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旧约的第2本册《出埃及记》，伊记录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过程。各位，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迁徙到伫埃及？佮什么原因要互因来离开埃及呢？兄弟姊妹，当环境改变带来苦难的时，咱要安怎来面对？我是望通过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来帮助咱做伙学习信仰的功课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永远拢伫地的上帝。主啊，只是阮邀请信心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你互阮的心拍开，将你的话放伫内面，加做阮的帮助。互阮今仔日通过上帝你的话，来得到上帝的感动。主，阮要将阮以下的时间交伫主的手。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来到埃及？根据圣经创世纪46章到47章记载，雅各伊是以色列人的族长，因为全地发生大饥荒，就安尼，因的全家就对迦南地迁徙到有米粮的埃及。实际上，伫大饥荒还未发生之前，上帝早就已经有备办啊。根据圣经记载，雅各的第11个囝约瑟，这是伊上疼的某拉结所生的第1个囝。因为是雅各上疼的某所生的，所以雅各嘛是上介疼约瑟，甚至替伊做了一领彩色的衫，直到伊其他的囝拢怨妒不满，就利用机会将约瑟卖互外族的人做奴隶。最后，约瑟互人卖到埃及官员的厝。命运不幸的约瑟，因为官员的某甲伊侮辱，直到互人下伫家里。但是上帝保守甲祝福中，约瑟伊就有机会来替埃及王法老来解梦，也互埃及王看见约瑟伊是充满着智慧，是有上帝神同在的人，所以就提醒约瑟诚做宰相，协助法老来治理埃及。伫大饥荒还未发生前，因为约瑟的治理甲安排，所以全地只有剩着埃及有米粮通食。就安尼，约瑟甲卖伊的兄哥来相赌，因彼此赦免和好了后，就将因年老的老爸雅各，甲厝里所有的人接到埃及。约瑟是埃及的宰相，所以伊的全家也受到法老真好的款待。圣经就记载，法老同意，互雅各全家徛起伫埃及上好上肥的地区，就是高山。就安尼，雅各的家族甲以色列人就对迦南地迁徙到伫埃及。各位，打以后以色列人敢有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嘛？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以色列人因并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反倒是面对着极大的艰难甲困境。所以牧师要用3点来甲大家做伙分享今仔日的信息。第一，环境变迁，苦难临到。当约瑟去带的人拢死啊！以色列人对雅各全家70个人，经过侪年的发展，圣经记载，因人口增加真紧，国际国强盛，而且是遍满埃及全地。兄弟姊妹，这节的圣经在实现了上帝捌对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允。这表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伊是守约的上帝。而且当雅各决定是毋是要迁徙到伫埃及之前，上帝也伫异象中捌对雅各讲：毋免惊到埃及去，
我要互你的后代伫遐诚做大国。答以色列人伫埃及地诚做人济国强盛的一族，甚至威胁着埃及国。各位，上帝一直拢在实行伊的约定，互以色列人继续领受上帝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祝福，安稳徛起伫埃及，甚至因的强盛也威胁着埃及这个国家。今仔日的圣经出埃及记第1章第8节有记载，后来埃及有一个新王登基，伊对约瑟的代志完全毋知。各位，伫即节经文中有“后来”迄两个字，后来这两个字是偌济年，咱敢知？若是根据圣经出埃及记12章40节讲，以色列人伫埃及待了430年。原来，这位新的埃及王，因为对约瑟的代志完全毋知，伊无承认约瑟伫400多年前捌带互埃及的贡献甲祝福，却因为感受到以色列人真济国强盛的威胁，所以就改变了对以色列人的态度，来下命令要来对付迫害以色列人。各位，实际上以色列人伫埃及一向拢是安分守己，甚至咱拄则读圣经嘛有看到，伊伫埃及嘛真有贡献。因为新的埃及王，伊无信任过去的历史，反倒用家己的想象来亚看眼前的事实，佮扩大家己的想象。伊烦恼，将来若是埃及面对战争的时，以色列人袂去帮助因，反倒去帮助对敌，到时国家就会受到真大的损失。就安尼，造成家己的惊吓烦恼来失去安全感，所以就下命令迫害以色列人，而且要设法阻止以色列人口的增加。今仔日的圣经第1章第9节到第10节，埃及王对埃及人讲：这以色列人国济国强盛，对咱是一种威胁。一旦发生战争，因可能甲对敌联合攻击咱，逃离咱的国家，咱必须要设法阻止因的人口增加。埃及王的话改变了原本安稳生活伫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因要面对苦难啊！埃及王为着要减少以色列人对埃及的威胁，而且要阻止以色列人口的增加，就先强迫因来做苦工来受苦，煞接就进行灭族的行动。所以埃及王就命令希伯来的产婆，只要是查甫的，拢爱甲伊杀死；查某的婴仔就爱甲伊留落来。圣经记载，因为产婆敬畏上帝，无照埃及王的话去做，而且伊回应埃及王讲：希伯来的妇人人比较勇行，我还未到，因就已经生啊。所以埃及王只好对全国的百姓阁下另外一个命令，就是所有的希伯来人的查甫仔，拢爱等伫尼罗河。埃及王的残忍，互上帝惊治以色列人，因为时间环境的改变，面对苦痛甲灭族的苦难。兄弟姊妹，世间的一切拢有可能产生变化。咱所接触的人事物，以及所踮的环境，原本有真好的条件，但是拢有可能发生改变。相信雅各、约瑟，因安怎拢想袂到，因的子孙伫埃及，竟然会变做是奴隶。早知是安尼，相信因绝对袂决定要牵线徛起伫埃及。或者是因早就已经准备离开埃及吧。相反，今仔日伫咱的生活、工作、
家庭、教会、社会中，也不断会有真济物件的变化。这变化也带予咱无法度去想象的状况，直到予咱增加济济不安的情绪甲烦恼。就亲像台湾对 COVID-19 疫情以来这几年，其实咱的国家有真好的控制。虽然去年伫本土的确诊病例上升，予咱的疫情升悬到3级的境界。总是因为政府有正确的决策，甲咱全民愿意配合，也得到真好的控制。直到今年4月中，本土疫情搁一摆突然升悬，起起落落的确诊人数，搁加上病毒不断的变异中，直到顶礼拜，本土确诊人数每一天犹原是3万也是4万人。特别最近，咱常常拢会听到，咱身躯边某某人确诊，互咱会忧心看虑。因为昨昏我阁甲伊做伙食饭、做伙讲话的人，因竟然中奖啊！这时听到的是，咱家己嘛是马上嘛感觉脑那安尼挠挠吼，真济摊个皮啊安尼怪怪，就会怀疑家己是毋是也确诊啊？这种的变化，互原本伫安稳安全的咱，因为确诊人数依期伫高原期，佮加上秋冬流感的威胁等等，济济无确定性，也互咱因为时间环境的改变，也会开始惊吓、烦恼、看虑，来面对负面情绪带予咱的超凡。兄弟姊妹，今年的疫情突然升悬，带来改变，虽然无带予咱真大的困境，但是毋知是毋是有加添了咱的烦恼甲不安，也影响到咱的情绪呢。顶礼拜六，教会亚基团体有举办音乐文学知性一日游，也安排要去拜访龙潭、大溪2间教会。因为龙潭教会是我自细汉大汉的母会，所以我就陪伴团契做伙前往。因为最近常常拢有听到身躯边济济人确诊，而且是毋知影安怎受到感染的，所以还未出发前，我想到拜六要甲遮尔啊济人坐一台游览车。而且，阮迄天还阁要伫餐厅食2顿的倒菜，大家做伙食呢。其实，互我的心内充满着真济不安甲烦恼。因为煞食10月22，也就是昨，我早起时伫教会课余团契有讲道分享。下晡伫即个所在有咱的会友的婚礼要证婚，还阁今仔日10月23，就是今仔日，我早起有3场的主日讲道。讲真诶，我真烦恼，我家己会确诊，来影响着教会所有诶服侍。当然，我嘛会烦恼我诶先生，因为伊年纪较大，年纪较大，若是因为我来感染确诊，会较麻烦呐。啊，搁另外一方面，阮夫妇就爱放弃甲子孙做伙食饭斗阵诶机会。虽然这无算做是困境。不过，迄种无法度减压，迄个不确定感，也互我感受到迄个淡薄仔不安甲烦恼。是啊，当人面对环境无法度掌握的时，咱拢会感觉到不安烦恼。真正感谢上帝保守，也通过真侪兄弟姊妹替我祈祷，我今仔日才会当真健康徛伫遮。感谢上帝啦！同款。这2年外，咱的教会对主日礼拜、小组团契、甲主日学等等，其实嘛受到疫情的影响。咱对暂停主日实体礼拜，改做线顶礼拜，即嘛咱阁开始要鼓励，转来教会做实体礼拜。所以欢迎线上的兄弟姊妹，紧紧转来咱的教会参与实体礼拜。直直到即嘛。咱主日礼拜人数
其实拢还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情形，甚至到即马也还阁有小组也还未恢复实体聚会。面对即种变化，教会为着要互所有的会友、甲上联的好朋友，拢会当甲教会结连，无受到疫情的影响。咱对即个礼拜开始正式推动上联教会赖 OA。上联教会赖 OA， 甲上联教会会友系统，会当互咱通过手机，伫任何的所在、任何的时间，拢会当知影教会的消息，而且会当随时甲教会结连。所以礼拜结束了后，咱伫礼拜堂外口有同工，会当协助咱每一个人来完成迄个结连。且大家会当踊跃加入咱的双联赖 OA， 甲咱的会友系统。而且明年度是咱的教会110岁生日，咱的教会为着要互小组团契甲所有的信徒拢动员起来，特别设计了个人甲团体的项目。咱望通过对今年11月初1。到明年的3月初5，就是咱的教会设立的日子。咱用4个月的时间来进行110周年的团体的活动，互教会小组、团契、诗班，也是各单位，拢会当动员相络起来，帮助咱紧紧恢复正常团契的活动甲实体聚会。团体的活动，咱会当邀请慕道友做伙来参加。毋若通过教会110周年纪念活动来认捌上联教会，也会当甲兄弟姊妹有真好的交陪，阁会当做伙来庆祝圣诞节。或者的活动毋若只是为着上联来庆祝生日，阁较会当伫12月，咱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庆祝生日。所以要特别提醒咱大家，团体活动的报名一定需要有6个人以上组一队。团体活动的项目，咱拄则礼拜前有看到蔡牧师的影片有讲到照片打卡，阁有团契动力，有咱的外展服务，阁有咱的仆人服饰，这几项拢需要6个人以上组团参加。那详细内容，请咱会当看咱的宣传影片。我相信伫咱教会网站的宣传影片已经出来啊。阁咱外口的海报，毋茫通过教会设教纪念活动，互参与的人会当更较认捌咱的上联教会，也趁到圣诞节期，咱当邀请慕道友有机会参与伫教会的团契生活。兄弟姊妹，虽然疫情增加了咱实体聚会交陪的阻碍，但是只要做好正确的保护，兄弟姊妹中间的交陪永远会当维持，以及咱对慕道友宣扬耶稣基督拯救福音的心，永远会当热情无停止。安尼才会当符合圣经甲咱讲的，着传福音，不管时机理想无理想，拢着传。第二，面对苦难，呼求上帝。一般来讲，人若是常常拄着改变，或者是家己无法度掌握的事，通常拢会感觉哪会安尼啦？哪会遮尔衰？哪会是我？咱会问真侪问题，甚至咱就失志绝望。各位，今仔日圣经提醒咱，早时的以色列人因面对苦难，因并无停留伫家己自我怨叹的绝望中。虽然因受苦做苦工，甚至是受到灭族的危机，整个心情受到真大的打击。但是，亲像出埃及记第2章23节记载的，即时因会当做的，就是向上帝求救，呼求伊帮助因来脱离做苦工。这就是以色列人面对苦难的时。伊毋是停留伫失志绝望的情绪中，反倒是对心底转向上帝，发出哀求，
哀叫的声，互上帝来掌权，带领因，替因来开出一条活路。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伫平安顺利、欢喜快乐的时，咱拢会真自然向上帝献上赞美学乐的诗歌。但是，当基督徒在面对艰难困境、悲伤流目屎的时，请问，咱敢会当向上帝发出哀伤流目屎的哀歌吗？我看有人点头，当然会当。因为伫圣经中就有真济哀歌，就亲像旧约有一本册是耶利米哀歌，耶利米哀歌，搁伫诗篇150篇的中间，哀歌差不多占了1/3。亲像诗篇42篇，伊的题目就是流亡者的祈祷。其中第9节到11节记载，作者在面对苦难、面对流亡的时，伊也会问上帝：为什么是我？上帝啊，你伫倒位？上帝，你敢袂记得我？你无看到吗？等等。各位，咱是毋是也捌安尼来问过上帝呢？咱是毋是也捌安尼来问过上帝？但是作者伊无互家己停留伫负面的情绪中，伊问了后就转向上帝，倚靠上帝，因为伊知影只有上帝是拯救者。各位，圣经中的哀歌，引带咱伫苦难中看见一条出路。诗篇42篇11节，我用红色的字，伊讲：我是安怎悲伤，我是安怎无助。我着仰望上帝，也久要称赞伊，伊是拯救我的上帝。圣经的哀歌，毋是只有家己自我怨叹，这哀歌除了会当透人心中的迄个无助、甲负面的心情以外，最后一定是引带人转向上帝。这是信心的表现甲记号。伫困境中帮咱引带咱，搁较亲近上帝。真侪人认为，咱基督徒对上帝应该就是爱发出赞美学乐的声，毋通用迄个哀伤、痛苦、哀叫的啼哭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因为当咱若是安尼时，就表示咱对上帝无信心。无专心倚靠上帝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传道书甲咱讲：啼哭有时，欢喜有时，哀伤有时。所以，咱人生是有欢喜快乐的时，总是嘛是有啼哭哀伤的时。咱基督徒甲所有的人也拢同款，拢会经验到人生的喜怒哀乐。悲欢离合，就算做是家己感觉无欠亏的人，有当时嘛会拄着家己认为的苦痛，或者是悲伤的事。使徒保罗甲咱讲，着常常欢喜，继续不断祈祷，凡事谢恩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即在圣经中，是一种决定，因为圣经爱咱着决定，无论时机好歹，着看见上帝对咱的保守来感恩，着继续不断祈祷来发出对上帝的信心甲倚靠。虽然真侪时阵，咱拢是用赞美学乐的方式来表达咱对上帝的信心甲倚靠。但是真正对上帝信心甲倚靠，有搁较侪时阵是通过向上帝发出悲伤哀叫的哀歌来表达。感谢上帝，互咱有即款的自由甲权利。当咱伫痛苦、累积、失望来面对苦难的时，反倒因为这受苦的经验，
引带咱转到上帝面前，会当真实向上帝讲出心底迄个苦楚。这是上帝互咱一种亲近伊、倚靠伊的一个机会。兄弟姊妹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命，应该是会当伫顺境的时，咱向上帝献上阿罗赞美的欢喜诗歌；伫困境悲伤的时，咱也会当对上帝倾心吐意，咱的苦楚甲咱的心声来发出哀歌，最后转向上帝，专心倚靠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亲像以色列人同款，拄着困境、面对苦难的时，咱甲家己拢无法度做啥物的事，爱会记的，只有转向上帝，倚靠上帝，求救上帝，靠赖上帝，这是咱唯一的出路。第三，上帝回应超过所求。感谢上帝，因为伊顾念属于伊的人。上帝听咱的祈求，特别是当咱面对悲伤、苦痛的时，通过今仔的圣经，互咱看到上帝安怎回应以色列人的讨愧求救呢？出埃及记第2章24节到25节，上帝听见因海惨的声，记起以巴甲因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约。伊看见以色列人诚侪劳累的情形，非常关心因。这两节经文用了3个动词，和合本圣经甲伊翻译做：上帝听见、上帝纪念、上帝看见。是啊，兄弟姊妹，无论咱伫什么款的情境中，圣经甲咱讲，咱的呼求，上帝听见，上帝纪念，上帝看见。这对伫黑暗、孤单、受苦中的人，这是偌尔啊大的安慰。所以，上帝毋但回应以色列人，上帝搁较是采取行动的上帝。上帝就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离开埃及。出埃及记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，上主对摩西讲：“我的确听见我的百姓的哀哭，也看见埃及人安怎压迫因。现在我找你到埃及王遐去，你去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对埃及领出来。”伫遮，互咱看见，上帝是有行动的上帝。上帝听见、看见以色列人所受的困苦，就差派摩西对埃及人的手中将因拯救出来。兄弟姊妹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永远伫地，永远拢袂改变的上帝，伊迄当阵安那顾念以色列人，今仔日伊也相款顾念属于伊的囝儿。兄弟姊妹，环境的改变带予咱真侪无适应的苦痛、超凡不安的情绪。以色列人的经验会当帮助咱提醒咱，在面对环境改变所引起的苦难中，因无好任家己面对苦难甲困境，因搁较因为安尼所拄着的这情形来催逼因。靠赖上帝，呼求上帝，亲近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若是拄着困境艰难、不如意的时，咱无需要伪装自己，但会当用真实的情感来到听咱的上帝面前，向伊倾心吐意咱的苦楚。唱出你目前生命处境的哀歌，伊的确会听咱的呼救，伊会随时伸出拯救的手，
展开拯救的行动，成就咱生命的计划。亲兄弟姊妹，生命中有济苦难，这也是主耶稣伊伫最后的晚餐中对学生所讲的话。主耶稣讲：伫世间顶有苦难，毋过着勇敢，我已经牵赢世间。牧师也一再伫提醒咱大家，相信基督教的信仰，并毋是保证咱拢会平安健康、万事顺利。基督教信仰反倒是爱咱搁较清楚，生命中会有苦难，但是咱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来得到生命真实的快乐，来赢过生命中的苦难，甚至会互咱有够赢的勇气来面对苦难。愿信心帮助咱，互咱凭着信心倚靠上帝，靠拉上帝，伫苦难中经验上帝大快乐的行动。伊要成就有关咱所有的一切，超过咱所受所求。因为上帝伊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永远伫地上帝。因为上帝一直都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应允阮讲，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上帝，你一直都在。伫阮的生命中，主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，阮知你一直拢伫阮的身躯边。主特别恳求你来帮助阮，当阮陷落伫黑暗中，互阮搁较来倚靠你，搁较对你遐来得到帮助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阮的主，阮的上帝。主，阮恳求你，搁一摆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时时知，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